摇花，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较大天，你的诚实较强冲。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遮个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天。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点请大家来吟诗。圣诗67首，我心学乐上帝，请大家起立。圣诗67首。请坐。请咱大家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阁互阮平安健康经过一个礼拜，今仔日会当到上联教会来敬拜你，真是感谢你。阮上联教会亲像顶礼拜。伫野外礼拜时，蔡牧师讲，阮说到106年，应该思选上帝你的恩典，努力互双联教会成做一个万人敬拜你的圣殿，成做一个医治人心灵的病院，也是成做一个属灵的军队。阮大家一齐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求天父上帝你圣神带领。佮每一天，阮嘛佮较体会你赐愿踮伫台湾的人实在真好命，有上好的医疗，美牛丰富充足，国家民主自由，伫世界100几个国家中间，时常拢是徛伫头前120名内。你嘛听到阮的祈祷，你知阮对诚济一个国家的大愿望。最近一寡重要的国家的人物开始注意听阮的话，敢若安尼，阮就足感谢你。虽然阮每一个人
的人生境遇有好有歹，路途真坎坷危险。有当时经过美丽清净的河间，有当时阁拄着大油门流目屎。但是阮你来祈求，专心倚靠你，你拢会当照顾阮、医治阮，互阮平安，无搁再烦恼。为着安尼，阮也深深来感谢你。总是阮伫遮要你来忏悔，阮每一位称作你的信徒的，阮也静静落来，反省家己的信仰。阮对受洗礼以后，你赐互阮圣神即个礼物，是要帮助阮的性命会当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是阮的性命常常无甲你的性命连结。阮家己决定代志，却自认这是出自你的旨意。阮伫教会社会所做的工，常常是为着迄个水的名，却自认是咧侍奉你。阮出入伫教会，人看做是好，但是阮伫兄弟姊妹无看见的时，却做一寡互你失望的代志，互你的名无得到荣耀。阮骄傲看袂起人，也是批判别人咧犯罪的时，阮当家己是审判者。阮将心中你的位置换作家己。阮伫遮忏悔，祈求你来赦免。确定啊，王宗尧牧师院长要来传讲耶稣你的教示，新旧的譬如。阮即马所面对的即个时代，亲像2000几年前耶稣你宣告迄个时所面对的旧的教条甲传统，常常拄着挑战。检测阮家己就是现代的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祈求你的圣神，甲王牧师以及阮所有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做伙。互阮得到真大的启示，帮助阮实在正确了解你圣经的真理，然后照这真理去行。自从进入网络1世代以后，阮的社会伦理甲文化改变，甚至人民在造神，用假的、用骗人的、用碰风的手段在宣传。为着意识的问题，族群甲族群感情拆破，人民所想的就是财富，就是钱，较赢过上要紧的民主自由。你所圣经启示的价值，实在互人真正艰苦心。伫遮迫切恳求你的怜悯。开阮人民，包括你的信徒的心眼，早一日，大家会当醒悟过来，大家会当团结做伙，为着台湾这个岛屿将来成做一个国家的前途来奋斗。歹人、无正直、无诚实的人的计谋，你真清楚。求你消除，互因徛袂牢。早日互公义显现。阮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对阮教会宣告的使命，是有真清楚的体会甲了解。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压落去的种子会当成长长大，定根伫真好的土地内面。阮的祈求无够额，一定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你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即时咱要来启用第一篇，启用第一篇是伫咱的圣诗后面第一页，启用第一篇。我来启，请大家来用。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坐武万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以上即点，咱要过来念圣诗152首。圣诗152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大家起立。
请坐。即碟咱的迦南诗班要为着咱来学乐，因所要吟的是主，我感谢你。听到遐尼水的诗歌，无感动的，咱实在足幸福，有遐尼多、遐尼好的诗班为咱来唱遮个遮尼水的诗歌来学乐上帝，愿上帝祝福因的侍奉。即碟我要来读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
第2章18到22节，马可福音2章18到22节，现代中文译本59页，台语汉字版41页。现代中文译本59页，台语汉字版41页。我用台语汉字版来读。有一摆，行洗礼约翰的学生甲法利赛人当伫禁食，有人来问耶稣，为虾米行洗礼约翰的甲法利赛人的学生伫禁食，你的学生却无禁食？耶稣回答：神农还阁伫婚宴的时，好喜的人客会禁食吗？只要神农甲因伫地的时，因就袂禁食。但是日子要到，神农要对因中间放带走，迄个时因就要禁食。无人用新的布去补旧衫，若安尼做，新布的所在会拆破旧衫，互破空搁较大。嘛无人摕新的酒倒伫旧的皮地，若安尼做，新酒就会逼破旧的皮地，酒甲皮地拢会歹去。所以新酒就倒伫新的皮地内。愿上帝祝福了解伊的真理，照伊的真理去行的人。即点咱的台南圣人院的王宗尧院长，也是牧师，要来传讲信息。伊的题目是新旧的譬如，请咱恭敬来听。大声代表学校台南圣人院咱的上年教会牧长兄弟姊妹谢多谢伫过去真长期对神学教育的支持。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行洗礼约翰的学生来问耶稣，讲因甲法利赛人常常咧禁食，是安那你的学生甲你拢无咧禁食？耶稣应讲神农伫咧，当然就毋通哀伤，是咧讲人主还阁伫咧，人主甲咱做伙，咱啥事哀伤？总是有一天，人主若无伫咧受定伫十字架，咱迄阵就爱禁食哀伤。煞接耶稣用一句话来讲，无人将新布补伫旧衫，伊会破空；无人用新酒倒伫旧的皮囊，伊嘛会瘪空。只有新酒倒伫新的皮囊内底。这个道理讲起来真简单，就是伫犹太教，或者犹太人来信耶稣了后，因就爱经验耶稣迄个新的活命。总是犹太教遐个律法，因要安怎处理？所以耶稣甲因讲，因就爱伫主的内面来正做一个新的皮囊。就安尼，迄个上帝丰丰富富的即个恩典，新酒的恩典，就会当倒伫因的内面。安尼犹太人有啥物款，值得咱来反省？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大概有3项：爱祈祷、爱禁食，甲奉献。咱讲真节。你甲想看觅，犹太人一天祈祷3遍，一礼拜21遍，一个月90遍。一年有1000多遍，祈祷到落尾，拄毋知影要祈祷啥物货。所以犹太人有19篇的祈祷文，伫每年一年的季节念祈祷文。咱知念祈祷文的问题，就是你有咧祈祷，毋过常常祈祷的心无。我听到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囡仔去都市食头路，所以爸爸交代讲，你暗时无论安怎一定爱祈祷，要困之前祈祷。囡仔讲，我袂晓祈祷。爸爸想乱写一张祈祷单，互祈祷文，互伊讲，你暗时要困，祈祷文读1遍。
所以囡仔来台北也是都市食头路，真正照爸爸的交代，暗时啊要困拢读一遍，读一礼拜了后，感觉非常的无聊。想到一个好的办法，我将祈祷文搭伫壁吼，讲上帝，我祈祷拢伫遐，你家己去看就好。祈祷是有，毋过祈祷的心无，这是旧衫，这是旧皮囊。我咧看即个早前吼，苏格兰的长老教会非常的健强，一个礼拜爱3点钟久，读圣经1点钟久，讲经1点钟久，祈祷1点钟久，3点钟久。我几年前去爱丁堡大学的神学院访问，想讲伫礼拜日找一间市内的长老教会礼拜，去看到一间长老教会门口佫搭一个广告，讲欢迎观光客来内面礼拜，保证30分完成。所以礼拜嘛毋通伤久啦。犹太人的信仰生活第2项是禁食，禁食真重要，特别咱拄着病痛，咱有迄个断食的治疗。犹太人伫国家拄着灾难的时，规个族群爱禁食，甲上帝表示忧伤、痛悔的心。英文一句话讲了真好，讲一个会当 meditate， 会当思考、反省的人，伊就会当 medicate， 会当得到医治。因为咱的心 heart 常常伫 heaven 甲 hell 的即个中间咧挣扎，一念之间，天堂变做地狱，地狱变做天堂。这是写《失乐园》John Milton 所讲的，讲心灵是自我做主的所在。伫心灵的内面，天堂会当变做地狱，地狱也会当变做天堂。路加12章、18章、12节讲法利赛人一礼拜禁食2遍，不过禁食是咧互人看，禁食是有，不过忧伤痛悔的心无，这是旧衫，这是旧皮囊。犹太人第3项的信仰生活是贞洁，也是奉献，就是家己有存，就爱去帮助别人；家己若有存无去帮助别人，就是积资。你的财宝积资伫啥物所在，你的心就伫遐。我捌听一个笑话啦，迄是一个譬如咧讲基督徒甲犹太教徒咧奉献。基督徒讲吼，阮咧奉献吼，当然这是笑话。伊讲，阮会伫涂骹画一个圆箍将钱甲伊弹起来，开始祈祷，讲钱落伫圆箍内底是上帝的，落伫外面拢我的。犹太人更加厉害，伊讲，阮根本就要换圆箍阮钱弹去，当祈祷上帝，上帝啊，若是你的，你当摕去，落落来拢是我的。古斯丁就捌讲过嘛，咱拢讲听上帝，其实无影。咱听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较过头听上帝。咱的信仰是毋是会安尼？久习惯理所当然。有可能就真做一领旧衫，真做一领旧的皮囊，互迄个耶稣基督的恩典、神州的恩典，袂当进入咱的内面。所以有一句话讲 ：“Watch your thought。”注意你的思想 ，for they become words， 会成做你讲的话。注意你讲的话，伊会成做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因为伊会成做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伊会成做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伊会成做你的命运。英文的习惯，这个 habit， 伊原来意思就是讲穿一领外衫。穿久惯势无穿单怪怪。英文的定型，这 stereotype 真有意思 ，steer 就是讲从事某一个工作的人，做久定型无想要改变。咱做基督徒久，是毋是礼拜变做习惯？礼拜变做形式，迄个活力失去迄个起初的疼心渐渐消无。有真侪人点菜来做礼拜，是为了啥物货？
有人讲上天堂不敢当，下地狱不能当，结果吊在空中吊啷当，哪吊伫遐？这敢是法利赛人上大的问题？会晓讲，总是袂晓做。英文叫做 hypocritic，hypo 就是讲安的，伫迄个演戏的背后下面咧讲话咧配音，因是负责配音，互你去演就好。信仰的话讲真济，毋过信仰的行为无，信仰的心无，这是旧衫，这是旧皮囊。这美国总统林肯捌讲一句话，伊讲人若过40岁，人伫遐为家己的面负责。你的面，你来为你家己的面负责。啊，心理学家嘛人甲咱讲，人若过至40岁，真歹改变。所以，若推销员去甲40岁以上的人推销新的物件，伊一定甲你讲 no， 咱在找少年的，因会当接受新的物件。咱敢知影英国人，一个英国人发明雨伞的时，伫街仔路咧行，去用弹石头，假把相迎，多此一举。迄个车里咧伫比赛斜塔，用望远镜咧看天顶的星的时，迄个教会批评，讲较会使偷看上帝。人过40岁以后要改变真困难，真困难。我咧想，咱的一生有时敢是安尼，亲像希腊的神话，迄个西西弗的神话，讲撒石头到山顶，佫落落来，啊，佫该撒，伫遐重复同款的动作。下早起来到下暗结束，明仔载佫对头开始，后日佫对头开始，习惯啦，咱的心就变做 no， 无爱，袂当接受新的物件。英文叫做 routine， 每一工做同款的代志，例行公事。要想看卖啊，咱嘛会当 rotate， 会当轮调。反正是人伊咧进行轮调。因为人工作10几年啊，习惯啦，迄个工作就是安尼，失去迄个新的动力，轮调。确实有影，你是要 routine， 还是要 rotate？ 你是要穿迄领旧衫，啊，就是新的开始，互耶稣基督会当进入咱的内底，互咱来换新，成做一个新衫、新的皮囊。有上帝丰富的新酒，迄个恩典会当进入咱的内底。我读过一本册，叫做《世界各国咧过新年》，讲奥地利人新年是绝对袂使食龙虾，因为龙虾会倒退行吼。这对新年吼，这向前行，啥物拢唔惊，实在是无好吼。韩国人会讲放风吹，歹的代志写放风吹。日本人讲哪那库萨放水流，啊那汉人咧过新年吼，咱唔通想看卖啊，吼，迄个汉人咧讲吼，即个阳间甲阴间拢共款吼，过年拢休5天，啊所以大鬼小鬼拢走出来吼，啊所以门口就爱搭2个门神，互鬼仔袂使入来，总是内面拢是啥酒鬼啦、搅鬼啦吼。你若无改变，就是新年嘛是旧的，嘛是穿一领旧衫。犹太人就真有意思，教会过新年，这中间有10天，互你会当悔改，好好思考。我有得罪啥物人，改悔失礼，会当好好。最后一天叫做yom kippur赎罪日，点蜡条，互上帝跟因带。想看卖咱的人生。可能感觉伫咱的生命内底有啥物人感觉咱的牧师讲，我毋捌做毋对，我毋捌做毋对，做毋对的过去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不过咱会当互做毋对过去的事实的意义改变，通过咱的悔改，甲人悔失礼，伫上帝面前改变，互耶稣基督入来。咱就有可能改变现在，甚至改变咱的未来。毋通食做旧衫、旧皮囊，伫耶稣基督内底来改变。正像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所讲，
人若点入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会当变做新的。伫基督内底来成做新配咯，来迎接上帝丰丰富富新酒的恩典伫咱的中间。我咧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伊咧分享家己的经验，去共头班来啊，总是迄个来啊实在是真歹食，到尾等候猪食，坏是安怎要共偷摕物件？伊讲伊有反抗立法的快感，你愈甲我规定，我愈无爱遵守；你甲我规定愈严，我要甲你反抗。阮今仔伫学校咧上课，拢常常甲学生讲：哦，你无爱来上课，是毋是有反抗老师的快感？咱基督徒信徒无爱来做礼拜，毋知有反抗牧师的快感无？咱想看觅啊，律法是啥物？律法敢是上帝神圣的文书，甲咱讲啥物会是对，啥物会是毋对。佮甲咱讲，咱甲上帝关系无好，是因为咱无照上帝的旨意、甲伊的律例来行。总之，伫遮律法主义就有一个引诱。那像咱若照上帝的旨意、律例来行，咱就当得到上帝的拯救。这就是犹太人的想法。咱所袂记的，咱实在是无法度抑制咱的意志。保罗先生讲了真好嘛，伫罗马书第7章，苦啊，我会做人。我所喜爱的好，我要去行；我所无爱的歹，反转去行。罗马诗人乌比就讲：我看到好，该学了，总是我拢是对歹咧行。宗教改革，马丁路德讲啥物话？讲若靠律法会当得救，我是第一名。总是无快乐，所以迄个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毋但讲宁可吼做一个快乐的罪人，嘛毋通做无快乐的圣人。不过我请问大家，咱今仔日遮礼拜，是礼拜的习惯吗？是做礼拜的规定吗？是做礼拜的意志吗？毋是嘛？是咱伫耶稣基督去体会到上帝疼，伫咱的中间，咱愿意坐伫遮去回应上帝对咱的疼。咱得互咱家己成做新的配容，迄个上帝恩典的新酒开入来伫咱的中间。毋过咱该想看觅，咱的人生敢毋是拢安尼？伫迄个疼的活力，甲迄个形式活力甲形式咧挣扎。少年的时、囡仔的时，咱充满了求知的活力，咱创造了学校的形式。学生囡仔上无爱去的所在就是学校，因为伊压抑求知的形式，压抑咱求知的活力。咱大汉了后，充满了爱的活力，咱开始有婚姻的形式，结婚久啊，叫做7年之痒。我以前有甲大家分享过，你去观察一对中年的夫妇去咖啡厅啉咖啡，咖啡叫了，先生摕报纸咧看，太太摕杂志咧看，咖啡啉了，无讲半句话。婚姻变做成熟，变做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咱太需要听的活力注入伫咱已经习惯的形式，可以当改变。可以当改变。咱知咱在座有真侪女性，咱会当反省伫教会历史有真侪无好的即个传统的形式，特别对女性足无公平。我咧读亚里士多德迄个动物的形成，伊咧讲人的出世，人有2种，一种是材质，一种是 form 形式，也是讲灵魂，一种是 matter 材料。材料是歹的，灵魂较是水的。所以人咧出世的过程内底，若是歹的 matter， 会当互水的风解吸收，生出来就是查甫的。总是若迄个歹的材料 matter 袂当互
好的form解吸收，阁有侪因素、材料歹的因素，生出来就是女性。所以女性是天生邪恶。唔通笑呢？咱的初代教育嘛是安尼讲，讲女性就是引诱人落地甲上好的工具。你看天主教到今仔日，只有男性会当成做祭司。咱有当时旧的传统不一定是好，当然有的旧的传统是真好。咱得要安怎，互伊会当改变，成做一个新有活力的、充满的一个形式。美国哥伦比亚新学院的古约学教授，这个 Walter Brueggemann， 伊讲伫古约的内面有两个重要的传统。第一个就是律法的传统，追求真理的形式；另外一种就是先知的传统。听的活力，特别甲受苦的人做伙，伊讲拥抱痛苦。请问咱只有若有真理的形式，若无有迄个听的活力甲伊实践，迄真理的形式毋是正做死的律法主义，只有甲你要求，无有气力去甲伊成全，只有甲你审判，无有听、包容甲毋望。总是咱若只有追求听的活力，无有真理公义的形式，甲咱引带，咱的听有时是真自私的。咱的活力有可能是真做一个脱缰的鹅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甚至咱的误用咱的活力，真做欺负人的权力，敢毋是安尼？迄个活力甲形式。敢是伫咱的生命内底一直咧辩证，我用安尼反省伫台南新学院的神学教育，阮是第一间神学院，1869年起做，有真济水的传统，检菜嘛有无好的传统，要安怎互伊会当有听新的活力，互即个传统会当活出来。若无，伊可能就是一领旧衫。一个旧皮囊。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讲一句话真有意思，伊讲只有夸口家己祖先是伟大的人，拄好亲像potato马铃薯，上好的部分已经待伫涂骹死去。要安怎互旧的传统有新的气力？总是请咱毋通袂记，咱有的传统是真水的。咱为着要新的发展，有可能将真水的传统改袂记咧。我咧读黄宗辉牧师的传记，读到一段我非常的感动。黄宗辉牧师是建校台南神学院第一位台湾人的院长，伊得到当时美国金陵基金会的援助，来当起做校舍，起做礼拜堂。学校有一个新的发展。当时金陵基金会的执行长叫做 Dr. Stanley Smith， 甲黄宗辉牧师安尼讲，讲台南神学院，若妄用台湾话，改用国语来教学，会当得到金陵基金会更较侪的援助。黄宗辉牧师甲伊讲 ：“No， 无啊。”黄宗辉牧师伫伊的传记讲，伫伊的生命内底有两个真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真做台湾人，迄个被实名的经验，互伊充满不甘愿。第二个就是真做基督徒，对耶稣基督来得到新的气力，伫迄个新的气力来改变家己的命运。这是今仔台南神学院咧重视有台湾，佮有耶稣的神学教育。兄弟姊妹检彩，咱是拄好来信主，拄好做基督徒，你真需要耶稣甲你换衫，因为咱有可能还佫有真济旧的，检彩是无好的习惯、歹的习惯，就要改变。兄弟姊妹，咱有可能是已经久做基督徒，咱嘛有照真理的形式在行，
不过咱欠缺活力，失落迄个听的活力，咱搁一边来换心，搁一边对主来得到快乐，定心来去做。我头巴结个牧师的传记，伊伫16岁写伊的献心文，将伊所有的一切，伊的生命、心思、意念，拢奉献给上帝。搁较要紧，我要讲的是，当年的生日，伊来定心签名、定心立约、定心换心，互家己会记得伊甲上帝的即个立约。咱双连教会经过106年，检查有真侪传统需要改变，也是无好的传统。总是咱嘛有真水的传统，咱就要互伊有活力，甲即个新的传统，伫即个新的时代的挑战，会当甲伊保持，成做一个新的批路。我相信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会伫咱的中间。互咱的双连教会成做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宣教的教会，拥抱痛苦的教会，毋仅会当跨越性别，我也确实有一天，甚至会当跨越性向。咱三个来祈祷。感谢上帝。你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改变阮的生命，阮拢会做毋到，做毋到的过去已经无法度改变。毋过当阮来到主的面前，也只你进入阮的内面，阮的生命就会当改变，会当成做一个新的批路。有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会当留伫阮的中间。愿阮每一个定心搁立志伫上帝的面前，签阮的名，愿意将阮所有的一切、心思意念、金钱财宝，奉献给上帝，来做美好的事工，甚至来拥抱痛苦、甲受苦的人。三甲做伙，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有一个影片吼，互大家看哈，新航医最近的发展。张义牧师是1947年登来台湾，伫1949年就成做台南新学院第一任台湾人的这个院长。伊有真心家己讲的迄个唔甘愿唔甘愿就是讲伊成做一个台湾人伫真久的这个殖民时代互人看轻这款的唔甘愿，伊就用这款的唔甘愿的精神开始伫台湾的这个神学教育的这个训练，伊讲这间学院就是用母语、用台湾话上课用家己的语言成做家己做台湾人的认同台湾神学教育的这个认同。所以，阮神学院到今仔日所有上课佫是用台湾话这是一个精神啦。伊拢会通过关系来帮助台湾的教会帮助台南神学院送一个学生去读册。所以伊培养差不多10几个拢伫世界一流的大学做神学教育这也是台南神学院的基础。伫台湾的神学教育内底你只会当看到台南神学院是汉人会当甲现代思想对话，会当甲现代的问题对话，佮会关心社会的公义这个学院的这个特色这是第一对这个神学教育甲这个普世这个神学思想的贡献。
台南神学院为纪念2次战后复校的第一位台湾人院长黄章辉牧师，于2013学年度起至2014学年度举办黄章辉牧师100岁系列活动，经由他所倡导实况化神学和台湾人民自觉运动，再度唤起大家爱上帝、爱台湾、爱人民的心智，并回顾南神复校历程，缅怀先人教宗，珍惜前人留下的资源，展望教会新的未来。主要2个部分，一个是活动，伫新学院举行活动，让大家知影黄章辉对台湾教会对新学教育的贡献，了计划来兴建这个图书馆。另外一个活动是伫中原大学，阮举办一个黄章辉牧师的新学思想的学术的这个发表会，这大概主要伫2014年有进行这2个这个活动，了后希望伫2019年这个图书馆会当该完成，正做一个纪念。在纪念黄章辉牧师100岁名诞的2014年底，台南神学院将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合作，在南神校园筹建总会历史档案馆及本院黄章辉纪念图书馆，来作为最美好的献礼，让大家传承黄章辉牧师的奉献精神，热爱台湾虔诚事主，来荣耀上帝，利益人群。台南新学院的这黄章辉纪念图书馆是甲总会历史档案馆做伙起，大概这工程馆有1亿6000万，总会的历史档案馆3000几万，阮伫负责1亿3000几万，拢是对外来奉献。这内底唔仅是图书馆的完成，这个现代的设备，更较要紧是这罗永祥长老所收集的台湾教会史，会拢放伫这个图书馆内底。伊会成做台湾教会历史的研究中心，互这个信仰的传承，会当互第2代、第3代知影，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价值。总会历史档案馆暨黄章辉纪念图书馆的兴建工程6楼总工程费用，经董事会决议为1亿2000万，另内部软硬体设备费4000万，共计1亿6000万的总经费，加重了校方的财务压力。期许社会大众能一同来帮助、关心，让下一代的信仰透过图书馆传承下去。学生嘛拢足期待，当然，咱的经费有较困难，所以咱有进行一个100个人，是100个单位，为了新学院奉献100万，这当分3年到5年该完成。安尼新学院大概伫5年内底就有差不多有1亿的收入来支付，来补足这的不足款。过去，台南神学院是台南神学教育发源地，培养许多牧师、社工、音乐人。随时代环境变化，希望借由立案新成立的南神神学院，结合时代脉动，为教会与社会培养更多人才。感谢王牧师带来新古譬如那么精辟的讲道，互咱有过再1摆反省，甲鼓励。这点，咱要来吟圣诗回应的诗307首美调，求主导我与你同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大家起立。
请坐。即命即条要准备奉献，今仔日是为着台南新人院，咱有录一个奉献地伫咱的周报内面，请大家踊跃来奉献。假使你今仔日若无准备，你会使放到后礼拜搁奉献。咱希望咱所真正意爱的即个新学院会当搁较进步，会当搁较带咱台湾的信用搁较往前。今仔日若是头一摆来礼拜的来宾，你还袂填迄个留名卡，请你伫座位头前，甲迄个留名卡摕出来，然后甲填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即条开始来奉献。请咱额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你伫箴言内面讲，慷慨捐献的人，一日比一日搁较富足发达；一毛不拔的人，反倒转去散香。愿你感纳阮所献的，愿阮所献的会当帮赞，愿台南新学院搁较发展，互引带阮伫你的所享受的即个前人所奉献的事工顶面，做搁较好的学习，也是教导。阮希望今仔日淡薄所献的，嘛做合你心意的路用。安尼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
即贴要来报告，咱看咱的周报第4页，倒手边上头前第4页，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台南新人院奉献主日，咱感谢咱的南巡的院长王宗尧的院长，甲牧师，伊嘛是牧师。啊，即马南巡已经诚做咱政府所承认的一个大学，非常非常欢喜。这就是王院长是真正努力打拼的下面所达成的吼。咱愿上帝祝福南巡全体师生伫学校的学习，甲伫教会内底的侍奉。咱今仔日咱蔡牧师嘛是受南巡的受派，总会受派去台南的仁和教会正道请安甲事工报告。咱顶礼拜伫野外礼拜，所以咱无举行圣餐。不过咱4月的月初，咱有圣餐。4月18，咱受难日迄天暗时嘛有一个圣餐。今仔日咱的周报第3有讲吼，讲以后咱是甲恢复甲古早共款，每3个月每一季拢有一摆福音主日，咱会使请咱的慕道友、咱的兄、咱的亲人朋友来参加即个福音主日。具体的关怀第4页的倒手边上下骹，咱的会友张陈秀兰姊妹，就是咱张淑女姊妹的老母，伫2月25安息主怀，定伫3月17，就是后礼拜日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至真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第2是赖友达兄弟伫3月初2安息主怀，定伫即礼拜3月13上午9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真爱3厅举行入殓甲告别礼拜。第3位是咱的陈秋贤姊妹，就是咱张炳宏兄弟的夫人，伫3月初2安息主怀。以上，请咱大家兄姐为着因遗族来代祷，愿上帝安慰。咱阁看咱的周报第6页，上倒手边上顶面，咱的蔡主任牧师要带以弗所即个查经班，拢总17堂课，是分伫3月19甲21开始。每拜日早起10点，伫12楼，也是伫暗时7点半伫10楼礼拜堂来举行。拜四是下昼2点到3点半伫7楼礼拜堂。咱伫咱的迄个周报16页的顶面吼，蔡牧师有写一张批互咱，希望大家较紧报名来参加查经班。虽然真侪话拢是咱定定读过，但是上帝会透过你咧查经的事，甲你讲话，你绝对相信即项代志，伊会甲你讲，甲你启示。所以16页咱转去家己看，吼，一定爱咱毋是破病，还是讲无方便的人，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第6页的正手边吼，牛埔庄讲义所有一个第2的消息。第2，3月28到5月30，每拜4暗7点到9点，咱有台湾新人院的迄个田永恩牧师也是教授，要来甲咱讲8讲。这个题目甲内容拢非常非常有真趣味，也是真很有深度，吼。大家若要爱搁较了解咱家己的信仰，像头拄王牧师所讲的，吼，穿新的衫，请大家来踊跃来参加。搁一个是伫第8页的倒手边的上顶面，牛埔庄讲义所，咱也请郑养恩牧师、田永恩牧师也是教授，伫3月24所有咱的团契做伙来听即个演讲，毋是团契兄弟嘛会使来，12点50，吼。为什么当大人当袂过来？台湾的心灵改革的路失败啊吗？吼，咱大家踊跃来参加。
这点请问杨牧师，敢有啥物搁补充的？我一点简单甲咱做补充吼，蔡牧师要开的医护所需的查经班，咱还未报名吼，真欢迎咱报名吼。咱伫咱的外口的走廊就报名表，就咱填你的名，填你联络的方式，填你要选对一个时间，吼，安尼就会当来参与报名。我想蔡牧师伊真愿意用时间、用精神陪咱做伙来读圣经，愿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对上帝话来得到帮助，得到快乐。伫遮我有一位新朋友，和咱做伙聚会，我来做介绍哈。林芳如姐妹哈，林芳如姐妹伫咱现场。伫后壁这个所在吼，上到后壁遐吼，咱真欢迎伊来当和咱做伙聚会，等下嘛会当伫咱的贵宾室吼，咱会当进一步甲你接待。咁佫有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的兄弟姊妹无介绍到，若无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常常用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阮感谢你，互阮今日通过王院长的分享，互阮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阮要常常来反省阮的信仰。是毋是抑搁伫迄个旧的皮囊、旧的衫内面？阮要常常来换新、来改变、来接受对你来活命的快乐。全恳求你，教阮每一位参加弟弟，伫阮信仰的道路顶面，一站一站来引带阮。阮常常甲你相亲近，也诚做你所欢喜的。全即时也为着阮众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做伙伫你面前来祈祷。无论是身体有病痛、软弱，需要你医治的，恳求你大权能的伸手来扶持、帮助，来紧紧得到完全的恢复。也是家庭、囝儿逝世有逐款的欠缺需要的，主阮也恳求你，想使教育用的稳定伫阮逐人的生命内底。主阮也特别为着台南新学院来祈祷，恳求你也纪念所有的老师、员工、学生伫遐的服侍学习。恳求你加添因加倍快乐、智慧，也互因手所做的、所付出的，拢会当诚做你所欢喜，也诚做正教会、诚做阮台湾众人的祝福甲帮助。将阮逐款的欠缺需要，拢谦卑摆咧伫你面前，恳求你用你丰盛的恩典、慈悲来款待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最近天气较无稳定，请大家爱注意，伫公共场合爱戴口罩，毋好电梯内底毋好讲话。佫一项就是为着台湾，希望大家伫厝诶灵修诶时，特别为着台湾诶前途，甲即马执政党诶困难来上帝祈求，因为因诶改革，因所做诶是正当诶，所以咱着爱互咱上帝来帮咱。好，即点咱要来吟诗祝福的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大家起立513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亲像父母极大的疼痛，甲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三角地带，对即时到永远无衰。阿免。
请坐，灭岛社温，强受车欠。